台语毋知哪读。盐啦。盐啊，盐猪盐鱼。哦，对对对。盐，咱好盐猪，敢有咧盐鱼？嘛毋是咧盐。盐猪，鱼是用更鱼。啊，是去生啦。生。啊是煎啦。用毋知哪读。煎生啦。煎生。这两字较毋捌用着。啊，有比啊。啊，这个电呢？电。啊。电。电哦。电电电电电电这个。电哦。啊，无我等下再个现时。是啊，就比啊，因为吼，迄个你按煮盐伊较煮盐哩。盐咯。啊，毋使太甜较对迄款。电这个电。毋是电力电的音哩。啊。毋是电力是电的音。哦，安尼较对，应该是电，可能伊敢若记，咱听着后半啦。哟，感恩就比啊，讲书就比迄个吼。哦，迄三字经哪会用无简单呢？三字经我咧听咧。哎哟，天文地理哪有呢？哦，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哦，真侪学问，历史也有啦。哦，三字经哩。啊，再佫有增加足侪资料入去，三字经即马咧学的，太有增加新的啊。